倒嚟。有啲。哎，杜丽，你知冇？董事出产的梨董油苗。东施 is famous for its pears。古时候相公都在用梨子来做菜嘛。用梨子做，不然我们问一下大哥，问一下大哥。哎，大哥。哦。提供鸦片梨的董油苗哦，这边可以先采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拢系公共果子园啊。梨耶都在做菜啊，做得冇？做店啊。像哦，带我们去采你的梨子，我们希望可以拿它来做菜。OK 啊。好，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梨园了哈。哦，梨耶哈。对，梨园。哎，真紧的。是我们东市的哦，这个母树呢，叫做台湾的衡山梨。哦，朗山梨，衡山梨。董事鸦片的梨也有董油苗。你在路边，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梨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路边，如果你开车过去，你就看很多人在卖梨。我想说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他们说，因为董事鸦片哦，这个梨子是非常有名又很好吃的。难怪这边叫做那个什么 ，The famous pears of 东市。错，没错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哎，对。不过大哥，我们看到很多梨子好像都蛮大颗，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，教我们怎么采收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看我们的东市的梨子。好。哇，哎，董胎呢？梨胎哦，很大哎，好大哎。有没有看啊？哦，送一下，送送一，送双鱼，送送一。还有拿好哦，不然掉到地上了。抓好就对了。对，一起推。哎，你不能破坏我们这边东市 famous pears 好不好？这也太有名，你不要破坏它。董事树上的梨也董油苗。你们两个可以合作嘛，一人采一颗就撑着了，就不会。不行，我想要跟他比赛。你要比赛？你要跟我，你确定吗？我采一颗比你，等一下，你确定吗？比头更大颗的。好，自己找。对。Mr. 董事 pear,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大哥，来，评断一下。噔。哦，有胎哦。董胎哦。胎哦。董胎哦。我好紧张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能发对。哇 ！This is the famous pear. 真给呢 And I got a third one. 哎，我一包有3颗哎。3颗啊！董事出产的梨也董油苗呢。对啊，东施 is famous for its pears. 好甜哦。